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做女儿，怎么做的说起替我高考成绩影响我一生的事情？江一晨考上大学，燕兰经济去上，不就行了吗？快来看吧！我们收养了27年的女儿，这都亲生父母了，就不怨我们了。人家亲生父母是大老板，嫌弃我们，不管我了，没良心呐！你以为颠倒黑白、高考抵触的事情就没办法查清楚了吗？大厂虽然倒闭，但员工档案一定还在。我相信江怡君当时一定是用我的身份证和名字办理的入职，一查便知。还有舅舅的事，我不相信是小偷。这件事要不要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出来？我对不起李叔，我也对不起你。珊珊，当年我和你爸在地里发现你的时候，我能替我俩多高兴。我觉得我心里这么苦，他送给我一个宝贝。后来我发现我要还的这个东西，我的想法都变了，是我没有珍惜这个宝贝。珊珊，我不会和你爸爸。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我们做了这么多错事，谢谢你还能原谅我们。